尊敬嘅行政長官閣下、各位官員、各位同事，下午好。昨日嘅施政報告指出，多元產業嘅發展與社會預期有一定嘅落差，而長官閣下亦都喺施政報告重點入邊表示，要加大對多元產業嘅支持同埋資金投入嘅力度，着力培育更具國際競爭力嘅新產業。然而，呢啲多元產業嘅發展均需要土地資源嘅支持。如何實現合理嘅產業佈局和可持續嘅發展，將成為澳門必須面對嘅重要問題。現時，澳門有唔少土地儲備，包括狗場、馬場、未規劃嘅填海地，以及政府收回嘅閒置地。有意見指出，政府應盡快將呢啲土地儲備納入澳門嘅整體城市規劃，並推出具體嘅規劃時間表，並加以落實，以確保土地資源能夠高效配合經濟多元嘅發展。同時，政府針對1+4產業嘅特性，做出合理嘅佈局，將寶貴嘅土地資源合理分配，預留特定嘅區域發展體育設施啦、演藝場館啦，以及其他多元產業嘅用地。請問行政長官閣下，對於短期內有條件使用嘅土地，政府有何具體活化嘅方案？而對於中長期規劃嘅土地如填海地，又如何確保其發展符合澳門未來嘅10年、20年嘅產業需求？未來將如何透過科學嘅規劃、高效嘅執行，令到呢啲土地資源能夠真正助力澳門經濟嘅多元同埋長遠嘅競爭力？多謝。而家我哋擁有嘅土地可以講下嘅，收翻嚟嘅土地咧85幅係108萬平方米。收翻嚟啲非法佔用嘅土地咧，2009年到而家咧100幅係91萬4000平方米，亦即係講我哋係3.5、4.5、5.5平方公里嘅土地，即係500萬平方米咁上下嘅土地，已經使用咗係20萬平方米。咁正話簡單講啦，城市規劃而家做緊分區規劃。下一步咧，規劃條件圖咧，佢譚司長嗰邊咧，佢都要按照嗰個規劃咧去公佈徵詢大家意見嘅。嗰個規劃咧，到時候咧，阿鄭議員都可以提出下，有啲未有規劃嘅土地可以提出嚟，大膽設想我哋將來點。但係咧，國家有句説話咧，講得好好嘅，戰略留白。有啲土地你留翻佢，唔好喐住，講唔定有用咧。有2大幅大塊嘅地我哋要用，科產業園我一定要用，個文旅區可能會用，而且因為規模比較大咧，一下子原來戰略留白嘅地真係可以用得到啦。所以你嘅明確，有時候而家明確唔到嗰個將來發展嘅規劃，但係地始終係有用嘅。好啊，下一步咧規劃裏邊，我而家答唔到你，將來真係10年之後嘅規劃點，但係咧喺嗰個過程中。因應社會嘅發展，我哋一齊去考慮。所以規劃條件圖裏邊，佢可以先因應嗰個宏觀可以留翻，但係將來需要嘅時候咧都可以改用途噶嘛，係嘛？所以咧就係嗰個土地嘅狀況就係咁啦。因為而家你真係睇個問題，我先突然之間計翻條數係5.5平方公里，用即係550萬平方米，用咗20萬平方米，但係咧就我哋會好快有2大嘅規劃去進行推進，將來因應嗰個經濟發展，我哋再考慮。